诈骗的手法是百款，一年诈骗的金额，民众的损失是超过新台币60亿，这嘛，互真侪民众是真怨叹。即马所谓发展部和三大电商业者是合作，要推动三大防诈骗的措施，拍算对源头来阻挡诈骗。若有机会嘛，呼吁消费者伫网络买物件，未买就要清在换。现代人介意伫网络顶买物件，个人资料若无细致流出去，都可能会拄到诈骗。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去年2022年诈骗的案件要换3万件，债务损失超过新台币60亿。其中以假网络拍卖、假投资的诈骗，诈骗民众解除分期付款的上济。而且政府嘛发现讲，讲诈骗的歹徒清在利用电商营运模式来骗人，所以所谓发展部8月就甲三大电商工协会合作，共同推动三大防诈骗的措施。我们会从包括治安健检、红队演练，然后包括引入这个银码技术。那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有蛮多业者已经开始承诺，已经或者是将要引入。另外，我们会成立一个联防平台，把这个相关的不管是治安的情资，还有或者是防诈的资讯做内部的交换，里面也包含了执法的机关。那嘛有参与这场记者会的消基会是建议民众，伫网络买物件未买都要接单，嘛唔通一组口罩甲未买用透透。我们消费者很习惯会在不同的电商平台不同的管道会使用一样的账号密码。这个你的账密已经外泄，你怀疑已经外泄了，甚至你已经外泄，你都知道了，应该要尽快的更改一下你的账号密码。数位部为去年8月份挂牌了后，已经完成40间电商资安的健康检查，甲模拟海客攻击的红队演练。今年会阁增加40间。另外，嘛会利用物流稳装号码的技术，互消费者买物件了后，手机的号码未流出去，佫会建立电商联防平台。那数位部嘛会招佫较侪业者来加入，防止佫发生诈骗。记者林玉凯、曾俊佑台北报道。